有一個安息日，耶穌路經一片麥田，佢嘅門徒肚餓啦，就順手摘咗啲麥穗嚟食。法利賽派嘅人睇見，就對耶穌講啦：你睇，你嘅門徒居然破壞安息日嘅規矩啊！耶穌就回答啦：大衛同佢部下嘅事，唔通你哋從來冇讀過咩？大衛王同佢嘅部下肚餓，就走入上帝嘅殿，食咗聖餅。按照規矩，佢同佢嘅部下都唔可以食呢啲餅，只有祭司先至有資格食嘅。又唔通你哋冇讀過律法書嘅記載咩？就係祭司喺安息日嗰陣喺聖殿工作觸犯安息日，亦都唔算有罪嘅。我話俾你哋知，呢度有一位人物，佢比聖殿更加重要。有一句經文係咁樣講嘅：我喜愛人心存憐憫，唔喜愛形式上嘅祭祀。如果你哋明白呢句經文嘅意義，就唔會冤枉無辜噶啦，因為我係安息日嘅主。耶穌離開嗰度，走入會堂，裏邊有一個殘廢嘅人，佢嘅一隻手已經萎縮咗。有人企圖揾藉口去到陷害耶穌，就問佢啦：安息日可以醫病嗎？耶穌就回答啦：如果你哋有一隻羊喺安息日跌咗入坑裏邊，唔通你哋唔將佢捉住，然後拉上嚟咩？既然人比羊貴重得多，咁樣喺安息日行善就合情合理啦。耶穌轉過身嚟，對嗰個隻手殘廢嘅人話啦：伸隻手出嚟。佢一伸手，手就即刻復原，同另外嗰隻手完全一樣。嗰啲法利賽派嘅人走咗出去，商量點樣對付同埋除去耶穌。耶穌睇透咗佢哋嘅陰謀，就離開嗰度。後邊有一大班人跟住佢，於是耶穌就將其中凡係患病嘅都醫翻好，並且再三嘅叮囑佢哋唔好張揚佢嘅名。呢個又應驗咗以賽亞先知嘅預言話：看啊，我所揀選的僕人，是我心愛的，是我稱心滿意的。我要將我的靈賜給他，他要向普世傳正義。他不爭競，也不嚷鬧，街上也聽不見他的聲音。壓傷的蘆葦，他不折斷；將殘的燈火，他不吹滅。直到他施行正義，使正義得勝，普世要仰望他的名。有人帶咗一個被鬼附住、又盲又啞嘅人嚟見耶穌，耶穌就醫好咗佢，令佢既能夠睇見，又能夠講嘢。眾人因此就驚奇不已，佢哋都話：呢個人唔係大衛王嗰個後裔咩？但係法利賽派嘅人聽見呢，就好輕視咁樣講啦。佢不過係靠鬼王別西卜趕鬼啫。耶穌洞悉佢哋嘅心思，佢就話啦：一個國家內部分裂，必然會滅亡；一個城、一個家內部分裂，亦都必定企唔住嘅。如果撒旦驅逐撒旦，豈唔係自相殘殺咩？佢嘅國又點能夠唔破滅呢？我如果係靠鬼王趕鬼，咁樣你哋嘅子弟又靠乜嘢趕鬼呢？咁樣佢哋就要裁定你哋係錯嘅。但係我如果係靠上帝嘅靈趕鬼，就係上帝嘅國降臨喺你哋中間。一個人點能夠進入一個強壯人嘅屋企裏邊搶劫財物呢？必定要先將嗰個人綁起嚟，先至可能搶劫佢嘅屋企嘅。唔同我為伍嘅，就係與我為敵；唔幫助我召集，就係有意拆散。我實在嘅話俾你哋知，一切嘅罪同褻瀆嘅話都可以得到赦免，唯獨褻瀆聖靈嘅一定得唔到赦免。你哋出言侮辱我，仍然可以得到饒恕，但嗰啲蓄意冒犯聖靈嘅，今生來世都得唔到赦免。好樹結好果子，壞樹結壞果子，有果實嘅優劣就能夠分辨樹嘅好壞。你哋呢啲毒蛇嘅後代，既然你哋全心不良，又點能夠講出好話呢？因為心裏邊有乜，口裏邊就講乜。好人心裏邊善良，
談吐亦都良善，壞人心裏邊邪惡，出口亦都惡毒。我又話俾你哋知，喺審判嘅日子，每個人都要將自己所講過嘅話一一嘅交代出嚟，因為將來要憑你所講嘅話嚟到判斷你係公義抑或係有罪。當時有幾個律法教師同法利賽派嘅人對耶穌講：老師啊，你可唔可以行一個神蹟俾我哋睇下？耶穌就回答啦：喺呢個邪惡淫亂嘅時代，仍然想睇啲乜嘢神蹟呢？除咗約拿先知嘅神蹟之外，冇乜嘢神蹟俾你哋睇啦。約拿喺一條大魚嘅肚裏邊3日3夜，我亦都要咁樣喺地裏邊3日3夜。喺審判嘅時候，尼尼微城嘅人要起嚟控告呢個罪惡充斥嘅世代，因為佢哋聽到約拿嘅警告就悔改。睇下呢度有一位比約拿更偉大嘅，仲有啊，南方嘅示巴女王亦都要起嚟定呢個世代嘅罪，因為佢曾經不遠千里而來聽所羅門王智慧嘅說話。睇下今日呢一度有一位比所羅門王更大嘅，有一隻烏鬼離開咗佢所控制嘅人，喺旱地四處遊蕩，想揾新嘅棲身之所，但係揾嚟揾去都揾唔到。佢就諗啦，仲係翻去老地方啦。佢翻嚟之後睇見嗰間屋係空嘅，裏邊仲打掃得乾淨整齊。佢就帶咗7個比自己更加兇惡嘅烏鬼嚟入去屋裏邊一齊住喺嗰度。呢個人嘅下場比以前更慘啊！今日邪惡嘅時代同嗰個人嘅情況正係一樣。耶穌仲喺度同大家講嘢嘅時候，佢嘅媽媽同細佬就企喺出邊揾佢，有說話要對佢講。有人就同耶穌講啦：你嘅媽媽同細佬企喺出邊，有說話要同你講啊！耶穌回答嗰個人話：邊個係我嘅媽媽？邊個係我嘅兄弟啊？佢伸出手嚟指住門徒話：你睇，呢啲人就係我嘅媽媽，我嘅兄弟。無論邊個人，凡係遵行我天父旨意嘅，就係我嘅兄弟姊妹同埋媽媽啦。